继续来看中国甲美国最近咧拍喙烂战。中国讲是美军伫去年10月举办的世界军人运动会，甲病毒走入来武汉。美国是全力来反击，川普总统归去参武汉病毒外讲咯，直接就讲是中国病毒。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中国武汉乌幕一直拖到全中国了后，中国一直认为世界人将新型冠状病毒叫武汉病毒是歧视中国、歧视武汉。美国总统川普讲，这不是叫武汉病毒，换一个讲法，和中国更加不满。川普伫推特顶面写讲，美国会挺受到中国病毒影响的产业，美国会比过去更加强大。近来，美国一些政客把新冠病毒同中国相联系，这是对中国搞污名化。 警爽无欢喜，叫世间上有权力的美国总统川普是政客加经体。这波美中的喙烂战是为《华尔街日报》头版用“中国是真亚洲病夫”做标题了后开始烧骂。中国官方媒体照采访国务卿庞培欧时，用庞培欧所讲的推卸责任对着美国对抗疫情无帮助的用法，再佫讲华府推卸责任对着防疫无帮助，强烈暗示新冠疫情的病毒源头是去年10月伫武汉举行的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。因为安尼，美国团中国大使强烈的抗议。 国务卿庞培欧嘛建议讲，将中国驻美5个新闻媒体列为外交单位，限制人数采访甲活动。中国归期报复，宣布年底记者证才到期的《华尔街日报》、华盛顿邮报甲纽时报记者10天内交出记者证，袂使伫中港澳采访。I hope they'll reconsider. 其实，为疫情爆发了后，中国对外交涉一直拢抓唔到重点，唔肯接受世界人不满的原因是中国隐瞒疫情的真相。